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阿 May。今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中山南部片區嘅。南部片區係中山市最多香港人中伏嘅一個片區。如果你冇認真做好功課嘅話咧，下一個受害者好有可能就係你啦。咁中山嘅南部片區一直係備受香港人關注嘅一個板塊。咁多年嚟爭議好大。咁整個南部片區嘅位置咧，喺地圖上看上去差唔多噶啦。10幾分鐘咧就可以去到珠海嘅市區，半個鐘咧就可以到達我哋港珠澳口岸啦。對於香港人士嚟講咧，佢嘅交通費咧都可以慳翻唔少啊。咁正因為呢個地理位置嘅優越啦，咁所以咧蒙咗好多人嘅雙眼，導致好多港澳街坊過嚟睇樓嗰時候咧，好容易上頭啊，頭腦發熱，衝動消費，即時咁做業主。開心唔到2日啦，返到屋企打開手機查看先知道，原來呢邊係咁多負面新聞嘅。咁到咗呢一刻啦，合同簽咗，訂金俾咗，咁耶穌咧都救你唔到啊！咁廢話唔多講啦，馬上開始我哋今日嘅主題。咁首先咧，我哋睇一睇中山南部嘅插水冠軍啦，一個連本地人都唔會買嘅地區，二手嘅流通性咧幾乎為零嘅地區。一個長年嘅話，榜佔中山人口同埋 GDP 倒數前3嘅地區，咁佢就係板湖鎮。雖然板湖鎮目前嘅工業佢係有嘅，但係佢所有嘅工業並非高生產業，中山嘅低端產業大部分咧集中響板湖鎮，同時佢嘅環境污染亦係十分之大嘅，噪音更加唔使講啦。如果你買咗呢一個區，咁你就可以留定錢買耳機同埋口罩啦。咁我哋嚟睇一睇板湖鎮嘅發展。從航拍視頻中可以睇到，其實我哋可以睇到周邊係有大量嘅空地同埋農田嘅。目前板湖鎮嘅產業呢，除咗低端嘅製造業之外呢，板湖鎮亦係中山嘅種植大戶。咁佢有大量嘅農田啦、田地。中國目前呢係推進全面嘅鄉鎮，鄉村振興。咁好多農業地呢，佢根本唔可以規劃得到嘅，大家更加唔需要期待佢嘅未來，因為佢嘅未來就係佢而家嘅狀況，開發多50年呢都係呢一個樣嘅。如果你去板湖鎮睇樓嘅時候呢，有人同你講未來點樣規劃或者以後會點樣發展，你其實可以叫佢返鄉下耕田啦。雖然板湖鎮嘅環境同埋投資價值唔係十分之理想，但係中山樓市高峰期嘅時候呢，即係我哋講嘅18、19年嗰個階段，亦係大量港人盲衝衝殺入嚟嘅時候。當年嘅香山漁府呢個項目，起碼超過300幾個香港人都係跟團過嚟買呢個項目嘅。當時89平方戶戶型買入價呢係100萬。咁而家有位香港業主話60萬，如果佢賣得去，都係求神拜佛啦。咁資產縮水40%，其實聽起身都好心寒。我唔知道屏幕前有冇當年嘅苦主，咁只可以話經一時長一智啦。咁有時候呢，有啲樓盤佢個價錢確實係平，但係佢前提適唔適合我哋自己呢？買咗之後佢嘅交通方便嗎？商業配套又跟唔跟得上？周邊嘅環境又係唔係你自己想要嘅呢？如果呢一系列問題都未得到解決嘅話，人哋叫你買你就買嘅話呢，相信我，你一定會後悔。所以買樓其實真係唔係咁簡單嘅，有嘅時候呢，你係要多做一啲功課，唔好一味咁聽人哋講，要有自己嘅分析能力。仲有，我俾大家一個建議，如果你真係想中山置業，或者係上嚟中山睇樓嘅話呢，我建議你就唔好跟睇樓團啦。睇樓團呢係唔會根據你個人嘅需求同埋預算去制定睇樓嘅路線。當你浪費咗1日嘅時間去跟睇樓團，咁辛苦早出晚歸，原來你返到屋企先發現睇咗1日樓，冇一個樓盤適合你。而且而家好多睇樓團只係殺豬團，帶你去山卡拉嘅地方，你聽都未聽過嘅樓盤，你上咗一輛黑車，你以為上落車就落車咩？而家你到中山睇樓，你揾一個靠譜嘅經紀到關口接你，其實並非難事。如果你真係揾唔到嘅話呢，可以隨時聯繫返我嘅。咁上面呢都有我嘅聯繫方式。咁再一次提醒各位啦，
板扶鎮呢一個區呢，如果唔係有足夠嘅價格優勢，你掂都唔好掂啊，諗亦係冇諗啦，否則你會輸得好慘啦。第二個呢，我哋嚟講一講中山嘅南部三鄉鎮，有住小香港之稱嘅三鄉鎮，其實佢係深受港澳人士嘅喜愛，有好多香港人喺呢一度住咗幾十年，同時三鄉亦譽為中山嘅水城。咁中國版嘅威尼斯，咁大家注意一點啦，如果邊一日你港車北上三鄉睇樓嘅時候呢，遇着落雨嘅時候，你可以唔帶荷包都唔緊要，但係你一定記得帶個水泡過嚟。阿妹唔係危言聳聽，住過三鄉嘅業主應該會感受到。同時我哋要低調，響三鄉你開保時捷、開奔馳都係冇用，本地出行你要配備一條船先得啊！笑就笑完啦。我哋嚟睇一睇點解三鄉可以令到咁多港澳人士又愛又恨呢？其實好大嘅功勞就因為係雅居樂啦。雅居樂嘅老細就係三鄉本地人。響三鄉發展嘅初期，當初雅居樂對自己嘅家鄉可以話重金投入，至今開發咗已經係31年啦，咁先形成咗而家嘅雅居樂新片區。咁其實大家都知道，雅居樂喺香港上市。當年開發三鄉嘅時候呢，佢亦係香港設立咗樓盤嘅展銷廳。咁當年喺香港嘅溫泉睇樓團，其實就係雅居樂發明嘅，吸引咗好多香港人士過嚟呢邊買樓。後期啦，港澳人士多咗啦，雅居樂同專門建咗一個車站，為咗吸引港澳人士，咁幾條跨境巴士嘅路線專門提及香港、澳門人返香港、澳門嘅。10幾20年嘅交通冇而家咁發達，咁唔係話到處都有跨境巴士返香港，咁好多香港人過嚟睇樓盤嘅時候呢，就覺得交通便利咗啦，價錢又公道，所以越嚟越多香港人買咗三鄉。咁當時嘅三鄉可以話紅極一時，有好多大廠，當年區區一個小鎮裝住10幾萬人，基建、道路、交通、商業一應俱全。10幾年前嘅三鄉其實可以話領跑咗中山80%嘅鄉區啊！咁到咗而家，我哋再嚟睇一睇三鄉啦。從大廠嘅離開啦，再經歷咗3年嘅疫情，而家其實呢冇昔日嘅繁榮啦。咁佢一啲建設啦、規劃其實都係受到停滯嘅。但係如果你嚟到居住嘅話呢，三鄉除咗雨季水浸之外，其實平時居住都係唔錯嘅。如果你要買三鄉，必須要注意居住同埋流通性。咁你盡量呢要買一啲市中心嘅位置啦，以及有商業配套嘅樓盤。咁呢一點呢係非常之重要嘅，大家一定要記住啦。好啦，第三個，我哋再嚟睇一睇坦洲，中山嘅最南部。坦洲咁多年嚟，可以話係一路被人唱衰，一路熱銷。一個外行人係完全唔會諗得明白，究竟點解中山有咁多環境又好，價錢又同坦洲差唔多嘅區域，點解仲有咁多人選擇坦洲呢？無非就2個字，就係地段啦。雖然坦洲嘅面貌平平，但係佢個骨骼精奇。坦洲係屬於中山嘅鎮區，同埋珠海係一路之隔。對面嘅珠海嘅樓賣2-3萬一平，而坦洲呢一邊嘅話呢，7-8千都有得交易啦。坦洲嘅外部環境呢就唔太好啦，咁我都唔想傾佢，但係呢佢從來都冇影響過佢個交易量。究竟係咩原因？坦洲嘅樓咁好賣，其實呢就因為坦洲可輻射嘅人群同埋基數實在太大啦。咁我哋嚟睇一睇啦，邊一類嘅群體先購買坦洲？首先第一個呢，就係珠海同埋坦洲嘅本地打工族啦，買唔起珠海嘅樓，買坦洲嘅樓。打工族買樓，佢考慮嘅首要條件呢，就係每日嘅上下班通勤時間有幾耐，其次呢先係到環境。咁呢一類嘅客戶群體可以話佔到50%嘅以上嘅。咁第二類呢，就係本地嘅購房者啦。坦洲有好多城中村啦，年輕人呢唔中意住城中村，咁又或者係屋企人買俾佢哋作為分房，咁呢一類嘅佔比都係比較大嘅。咁其次再到港澳人士啦，講到港澳人士買坦洲樓，無非就2件事。第一個呢，
就係價格平，第二個咧就係近珠海啦。除咗本地嘅購房者外，咁多咗港澳人士嘅青睞，又吸引咗隔離珠海嘅購房者過嚟，坦洲嘅需求量一直咧就比較高嘅。講到呢一度，大家應該會理解點解我會話坦洲一路俾人唱衰，一路熱銷，但並非所有坦洲嘅樓盤都可以買。我咁講啦，只有20%嘅坦洲樓可以買，其餘嘅80%都係冇用嘅。咁呢80%嘅樓盤，佢嘅贏面太少，樓價升冇佢份，樓價一跌佢就肯定跌先。咁我舉個例子啦，例如坦洲嘅某些大盤，如果呢個樓盤你買入咗之後，你可以做永久嘅業主。咁而且買坦洲樓一定要睇佢嘅安全價格，超過咗安全價格，你入手嘅話咧，你就打定輸數啦。咁最後尾我哋睇一睇神灣啦。喺2019年嘅時候咧，神灣當時並非浪得虛名，咁佢係神一般嘅存在啦，係冇人會覺得佢全市人口同埋 GDP 個排名倒數第一嘅神灣鎮，佢居然爆冷，佢跑贏咗第一，當時可以話係地產界嘅神話。咁嗰時候咧係港珠澳啱啱通車，每日過嚟神灣睇樓嘅香港人比本地人仲要多啊！咁入到實樓部，以為自己喺香港睇樓啦。咁嗰時候咧，你睇樓唔買樓就會俾人笑。咁大隻螃蟹隨街跳，你都唔要，執輸行頭敗個慘家啊！咁到而家啦，自然就多咗好多香港人入住，到關口嘅巴士路線都開始完善。其實住神灣係可以嘅，起碼夠清靜啦，過關口又近。但係神灣目前賣嘅樓盤當中咧，一手樓盤當中只有一個樓盤可以入住，大家唔好俾人誤導啦，盲目亂上車啦。咁神灣響投資嘅角度嚟講咧，暫時咧你諗都冇諗佢會上升，因為佢冇人口嘅，因為冇人口冇產業，重點係規劃暫時都冇啊，咁點會升啊？血壓升一啲應該冇問題。我哋講翻重要嘅嘢啦，講到神灣，你就要提下佢個菠蘿啦。神灣菠蘿真係好好食，拳頭咁大啦，又甜又脆，而且價錢真係唔貴。如果你有機會過嚟神灣睇樓嘅話咧，真係唔好錯過啊！當作係為我哋中山農產品貢獻一份力，支持一下啦。今期我哋將中山南部4大片區所有嘅伏位同大家分析完啦，希望各位觀眾朋友有幫助。如果你覺得阿 May 嘅視頻對你有幫助嘅話咧，可以點一個訂閱、點讚、分享俾你有需要嘅朋友。下一期內容會更加精彩，我哋下一期見，拜拜。